达鲁马克的沙拿居民安怎用饮食来传承文化？你去朋友家里做客，你不吃饭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。一鼎摇摇饭背后有涵盖偌济沙拿的故事。这就是咱用心准备的打乐。简单的特牌啊，是安怎有法度，让民众逐工准时来食蛋？太麻里有啥物使人饲卖的吸引力，让农民一心想要拼出第一名？看台东人安怎伫在地生根，打造出后山的风情。咱行遍各地，开发出属于咱这个世代的纯粹台湾味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